歹势，我迟到啊，差不多来找迄个车位。啊，袂啦，不要紧啦。恁遮咖啡。系啊系啊。歹势，叫我扛一下。哎呦，安尼才有气氛啊！等我翕一下相，我翕一下相。好，那边是安尼啦，安尼较水啦。无你这色无出来，啊这你叫我扛一下，我翕一下相好无？安尼我啉咖啡才有迄个意义嘛。不是啦，爱安尼啦。小弟，这种白苍苍安尼白哪好看？无啦，这安尼看起来较爽啊啦。那有我安尼较水啦。不是我目镜，目镜嘞，小姐。我讲你真奇怪呢，日头安尼赤呀呀，安尼啉咖啡啉甲好好啊，哪个我会出来啦？无啦，你嘛知影我朋友足多嘛，啊我一个南部朋友拜托我，伊要来办吼创业啦，伊就是要找这种吼空间好，啊这个所在嘛水的所在，所以我今日有找一个这个空狗啊，帮我做伙看下。哦，你有朋友在做迄房仲就对啦。对啊，一个哥哥在遮啦，想讲带你来做伙来看卖者。哦。你讲我的地址就是这。哈？哎，熊总监，你好。你好，阮敢有约唔到所在，阮唔是约去饭店的。哦，无啊，这就是阮上班的所在，阮的办公室啊。你办公室？你的办公室，干嘛上宿舍啊？安尼无要徛楼顶开讲，好来坐开讲。好啊。好。你看，咱今摆一摆爱刷我的脸哦。刷脸在我的一摆哦，这高级哦，哎呀，爱刷脸。办公室真厉害。哦，哎呦，你看家己吼公司内底个餐厅，所有的员工拢在食饭，安尼，哎呦，帅哥，这唔是餐厅啦，这都是阮的办公室啦，这叫做共享办公室啦。你看今摆后壁遮有无？这就是公司。阮公司嘛伫遐，阮公司的名嘛伫遮。哇，这过了10斤呢。是遮所有的遮公司，大家来共同来用这个空间就对这空间它咧真舒适吼，啊，这内底坐。啊，这摆刷脸嘿，刷你的脸无好，爱刷我的脸哦。哦，帅。这完全无亲像办公室呢。拄啊安尼行过来，真正足特别的呢。真，咱伫咧外口的时阵，都亲像是伫咧恁一个迄大楼的交易厅。啊，结果安尼行入来了，你有看无？佫有敢若电影戏院的所在。像唱卡拉 OK 的所在。对，有一个舞台的对吧？对，这舞台嘿。啊，结果行入来这内底，即摆佫变一个图书馆呢。对啊，啊外口佫一个迄个吧台，你有看到无？有啊。你安尼来上班的时候，我想要啉咖啡，还是要啉茶拢会用的。是啊，伊遮咖啡佮有，拄仔佮有看到迄饼拢是会当。饼拢会当摕嘿。真好。互你食免惊食到饱。有食佮有养，亲像我若是伫这种所在办公吼，就敢若伫厝的内底。亲像这位吼，一定爱选一个。我看遐有的啊，佮是迄碰椅有无？啊，佮安尼包的，看起来都有够舒适的。这安尼大家迄。做工课迄效率刚好，袂歹啊，因为你有当时你遮坐，你会感觉无聊对无哈？你就换位啊，换去迄窗仔门边有无哈？看风景啊，也是你要去啉一下咖啡，也是你要找这个朋友来开讲啊。因为阮这边真侪无共款的公司，遮差不多50间公司伫遮，啊，你会当甲别间公司的。头家啊，还是员工啊，业务开讲啊，交流互相交流。你看这边咧上班的，无一定全部拢是头家。真的。对啊，你若是在遮吼办公啊开讲，无一定够生意。啊嘛，不过我感觉有一个问题，你看哦，比较起来，其实伊都无去规定讲爱声音啊，还是安怎，大家讲话去交流着。啊，我若是真正爱较安静的所在，安尼的时阵要安怎？哦，其实阮这边有做一区的吼，伊嘛有迄个，敢若你客诉中心迄区吼，咱等下当来参观。你看这
这所在完全袂去用胶料着，你也看对吧？这所在这修素食啊吧？哎，这有够素食的，而且伊安尼一格一格，敢若太空舱呢。大家人伫内底拢足专心的拍电脑的。而且伊这个空间的安尼，这个设计吼，会互迄音嘛拢吸掉。对，伊这材质做好。伊这边拢是咧吸因的迄海绵啊，所以你安怎伫内底讲电话嘛是 OK 啦，对无？你讲着讲电话啊，我带你来一个会当专门讲电话的所在。来，讲电话，佫有专门的所在。专门讲电话的所在。是哦，行，咱来看行。好。你看，这就是咱专门讲电话的所在啦。哎呦，哎，我里要去试看嘛？好来试看嘛者，看内底讲电话感觉是安怎？哎，其实这内底哦，哎呦，你讲啥？我真正听因为内底吼真正是有够大间，佫有一张椅啊呢。嘿，你椅啊若坐喺遮吼，就真正你。你讲啥啦？我听无呢。你若吼我头拄仔讲迄银行的号码，你有记起来无？你是做无咧？我内底差不多7000万哦，我若是甲你讲。啊，听无啦，你出来啦，卖闹好啦。你真正无听到？我真正无听到。我道你他妈要发财啊！其实我感觉这空间实在足好，因为你在遮吼，算讲你来开会还是找客户来遮吼，会使讲足侪生意的。对啊，你讲是你的亲戚吼。系啊。系啊，想要做迄办公室，要创业的。我若帮伊找遮，伊应该足欢喜的。是啊。伊因为机会佫较侪。大家佫有足侪这资源会用个互相交流。对啊，安尼我爱甲阮迄个朋友 commission 甲抽者。伊吼拢敢若会晓想到遮啊。对啊。喂，真正无想到，一个好的这个空间环境吼，对这个办公的这个效率吼，真正有更较好的效果呢。对啊，你看，阮个人即摆行伫咧这行仔内啊，这两边这店面哦，拢安尼细细间啊。啊，毋过你看，伊这外口这摆的物件，拢摆甲安尼遮尔啊真侪，敢若是足有学问的款，袂输敢咧踅迄百货公司的。听你安尼讲，真正有感觉无？因为遮吼店面拢细细啊、矮矮啊尔吼，但是内底物件摆甲吼。感觉就有伊的道理，啊！你看起来嘛，足想要买的。对啊。这内底一定有伊的迄个空间的美学的概念哦。我感觉去甲伊问一下好啊。好。想甲我摆呢？对啊。应该头家有伫无？甲伊小问。哎，你好。会使甲你斗相共无？你好，歹势，我拄啊伫咧外口安尼行过去的时阵吼，都去互你这玻璃窗啊，互你遮布置啊，吸引入来啊。啊，想要甲你问讲，你这安尼布置啊，有啥物美感还是技巧的所在无？哦，第一你看我的光线有啥物无共无？光线，我安尼看，敢若有白光，啊，另外遮有较黄的吼。嘿，无毋对。对哦，迄色水无共款哦。嘿，你搁看内底。跟头前光线嘛无共款。真的呢，啊是安怎爱安尼设计啊？阮头前的光线就较温柔、较温暖，光线拍出来比较有层次感。内底就是日用品，爱互人客看较清楚的，所以阮就用日光灯。所以内底的迄光就会较来一点。嘿，你看较清楚。一般你来踅这个所在吼，你根本袂去注意到这光线的变化。真的嘞。安尼除了迄光线以外，佫有啥物美感啊？有，就像你第一个看到是啥物物件，就是阮这只招牌的啊，招牌，恁遮招牌的招财猫啊。所以恁在这个摆物件、摆这商品嘛是有美感就对啊。嘿，嘛是做这美感。你讲的是真的嘞，因为我拄安尼行过来的时阵啊，我就随听到有一个爸爸啊，甲因某咧讲吼，迄猫仔足古锥，还是来买一只猫仔好啊。啊，因某随家讲，好，恁哪会特别安尼？咧踅过的时阵，你就要买物件。马上看到恁这间的，马上去甲人吸引到。这拢是撇步伫内底。真的呢。无怪你这店吼行起来真舒适，啊物件侪嘛袂感觉就乱。所以我拄仔才甲伊讲吼，我安尼踅起来，敢若咧袂输咧踅迄百货公司的感觉。你看这空间的布置吼，真正美美角角啊。较多咱看拢是较大汉的物件吼。是啊。你若想要看这种较细汉，我就带你来这间看。
头家娘，因为吼，阮囝最近要大济啊，要满1岁啊，所以我就想要甲阮厝的看会使布置较水。你要布置的，要抓租的，拢嘛有。看有啥物美感会使甲我教一下。第一，你要爱气氛，就是迄灯光、灯光。对呢，头家娘就讲，你看迄灯光哦，你若是放喺厝的。 对啊，像这圣诞的时，你嘛挺好布置啊。这甲放喺壁角，你会感觉你暗暗的气氛就无共去。听到无？这就是头一个美感。无想到电火遐重要呢。电火对啊，你气氛就对啊。电火啦，气球啦，气球你会当布置啊。你像这是放喺壁做一蕊花，啊大大的。 放喺壁就是种布置啊！安尼就免甲迄个我壁卡掉啊！我想要，你本来都想要卡壁，你嘛帮对啊，我想要买油菜，想要讲甲迄个壁用甲红色同款。安尼听唔免嘛，你用迄气球啊，气球啦，机啊有无？这机啊，遐嘛有迄款机啊，真水啊！安尼讲省钱啊，而且这嘛俗嘛，袂讲介贵。像这款的嘛是拢挺好用啊！生日快乐！你要表演的时阵，你嘛这嘛是啊，这嘛是抽出来。这是迄种啦，有的人迄，我知影求婚的时阵，你安尼弹出去。打棒球赢的时，对，是无？你无666，对嘿666，拍棒球赢的时就安尼啊。对啦。 这细项的道具真多呢。这拢是啊，你要什么帽啊嘛有啊。伊咧开小钱，爱当布置甲规个气氛拢无共款。啊，你头拄啊吼，佫摕足多迄种小米啊，迄小米啊，平常时还是放喺桌顶。真的，迄小米啊，安尼放一个，迄感觉就无共款啊。啊，像迄灯光啊，灯光我叫你看者来。哦，真的啦。你若甲放喺桌顶有无？这气氛就无共啊。这算讲会使摆以外，伊佫是一个灯光的变化。对。我看一下，啊，这是圣诞节嘛？啊对，啊这万圣节。万圣节。万圣节，啊，若是讲有迄过年的时阵，佫应该用迄。甲考试一下，过年要安怎？这点若放伫咧厝的吼，大趁钱啦，趁啊几落年啊。哦，壁角爱甲放落，有无？早就知影来你食。放落无共款，天花板小甲吊一啊，若是门有无？两边的迄门安尼。啊，吊一个就无共啊，迄气氛拢无共去啊。 阿姨甲你教一个，你知影啊？我知影，差不多知影安怎买啊。对啊。剩的我就用我家己的创意落去变化。对。哇！我等我一个，我物件摕足济啦。哎呦喂啊！平常时生活吼，放一寡小小的创意，其实迄规气氛拢会无共款。对啊，我是感觉若是厝内底其实要布置的时阵，唔免想甲。 伤复杂啦，你就用一个简单的所在吼，啊用一个重点，不管你是要用实物啊，还是用这吼一个重点来放伫遐，迄规个感觉就会无共款啊。其实我感觉环境吼对咱人实在介重要，有时阵吼，咱生活若无聊，还是吼会郁卒，你是为这身躯边的环境开始改变，你的人生就无共款的想法。真的，啊一个小小的迄改变哦，你的规个迄心情，甲看出去的感觉都无共款。看出去世界拢无共。真的，系啊！啊，我是想要甲你借问一个，毋是恁囝要大济，啊你摕一个头啊，你是？我想讲过年嘛，做伙用用的，而且买啊算较俗啦。你是？嘿啦，你陪我做伙紧。哦，你这个人真正是。 哎呦，这间看也足好势呢。对啊，你看这盘啦，每一个拢有够水的啦。小等，阿姊拍势。安怎？主角是我，好无？今日是我来麻烦你，帮我顶我的家具，我要摆的物件。我甲你讲过，我这个客厅吼，我迄个碰椅边啊，想要放一个花杆啊，因为我迄碰椅较现代款啊。
较现代款哦。对啦，我想要找一个花干仔，会使放在边啊，安尼我看起来就高级咧。放花干仔简单啊，这内底足侪，无去内底看。好啦，去内底看。啊，你嘛要哪看？哎呀，这盘有够水的，我带你去内底，我想要看一下盘啊，还是碗。啊，你我。不哩好势呢，这物件有够济。对啊，啥物拢有呢。够茶果呢。对啊。哦。哎，啊唔是啦，啊你的迄碰椅是偌悬差不多60-70公分吧。哦，安尼哦，啊无，遮啦。哎呦。有较大的花干仔，有你介意的无？有，这我有介意。哪一种？这组袂歹，哦，这组适合。我甲你讲啦。这。哦。招财进宝，这放在我的碰椅边啊，拄啊好。无啦，啊你唔是讲恁兜是迄较西洋的嘛，啊较现代的。哪有咧放这啦？我甲你讲，爱这种啦。你看，这看起来安尼瘦瘦啊，起起卡卡安尼。我嘛这袂歹看。啊，这种圆圆满满的啦，真的啦。哎呦，这无适合。我这较适合啦，而且这较俗诶。你点点啦，你看啦，遐有一位小姐哦，看起来不哩啊，嘛是穿插真好看呢。就气质的感觉哦。啊无。找一个公亲啦，好啊，叫伊来问看卖，你家己问看卖，这敢有适合，还是我这较适合？我这较适合好。紧来，甲问看卖啊！哎，小姐，歹势，甲你交了。交了啊哈。你讲是吗？阮兜最近要装潢啦，啊，但是阮兜迄碰椅吼较西洋的，啊，我边仔想要放一个这个杆仔，看起来毋知有适合无？啊，你感觉咧？那问我的意见吼，其实我感觉两个可能拢会当搁加看卖啊，这两个，这吼。分开来看，拢足水，拢无问题。是。啊，只是讲你拄则讲恁兜就是较西洋啊。较西洋的啊。啊，这你袂感觉了啊，像迄无遮尔适合吗？袂啊，发大财啊。哦，嘿，是吧？无毋对啦。这位小姐的眼光敢若足特别，足厉害。敢若足厉害呢。系啊。其实吼，恁拄则来讲问这个问题，我嘛感觉足拄好诶。因为吼，我平常时的工课，就是专门咧帮人拣一寡这家具啊，还是讲一寡布置的物件。哦，所以你本来就是咧工做迄厝内咧布置的哦。哦，这拄好捡着宝呢。真的呢。我平常时嘛是拢会来这边踅踅看卖啊，啊买一寡物件。系啊，系啊。安尼好，拄好这做功课啦。系啊。啊，你会使拿水阮伫边啊。甲你拿学你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好啊，好啊。你看这杯啊吼，我咧想趣味的，顶管你个样硬，你家己想要写的字，真的。顶管我辣妹。啊，我头拄仔迄嘛足趣味的，我迄对无？放钱的物件。对啦，无毋对，无毋对。那会感觉淡薄仔敷衍。无啦，这吼其实吼美感这种代志吼，本来就是做主观的啦，嘛无讲一定对还是毋对啊。吼，敢若是有适合还是无适合啦。有的时阵吼，咱咧拣物件，拢该拣迄哦，看起来足特别的。问题是你若所有的物件吼，拢足特别的，摆做伙，其实吼你就等下看做花啊。真的。道理呢。是啊，啊所以你拄则拣的迄个吼。就像我讲的嘛，伊本身吼是无啥物问题，但是你爱看伊参恁兜其他物件配做伙，够有合理。老师，听你安尼讲，恁兜应该是真水吼。哦，讲到安尼哈？水唔水吼，我是感觉。这我袂当家己讲啦，啊，毋过吼，若是朋友来阮厝里，拢会甲我学了几句啦。真的哦。确定，敢有比阮兜较水？我还开几落百万呢，而且佫是我家己设计的呢。哦，笑死人！什么笑死人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恁今日等下嘛无代志，还是要来阮兜看卖啊？那好意思啦，安尼好啊好啊。好，你真搞明白。好啊，安尼行好无？歹势哦，就真正领导哦。啊，我要啉迄无甜的咖啡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啊，有饼无？有啦有啦，拢有拢有。水果啊，还是？来，欢迎欢迎。漂亮啊漂亮啊！来，第一摆。这个私人兜就是无共款的，足真济，啊，佮互规囡仔白闪闪，啊，足清气的。这看起来敢若是样品屋共款呢。我就讲来阮兜的人，拢会甲我学了几句啊。而且
我是安尼，突然间就甲你约讲要来恁兜，所以你嘛无特别的经历嘛。平常是当安尼啊。哦，遮尔啊真多哦。嗯。哇。恁兜个饲这酒好哟。哇，猫啊！哎呀，猫就够多的，阮兜就3只猫啊，所以嘛是爱家维持了足精济安尼。我感觉恁兜的猫啊配色嘛，有甲恁这家伙拢。你真正掠着重点，连猫的配色拢有配过。连猫啊拢有配色哦。啊，我是咧看恁兜安尼看过去啊。感觉足大间的呢，这安尼。这客厅看起来50平差不多哦。你看阮这客厅哦，其实哦无到15平呢。哪有可能？你客气啊吧？来，我物件小看，我甲你变一个模式，互恁看者。啊？哎，你要创啥啦？哎，要听窗仔门的哦。哇！安尼规个拍开了吼。哎，迄规变300平，3千不止，迄规个山头拢恁兜的啊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问题，亲像阮。足侪人住喺都市，啊，都市其实吼，甲对面拢足歪的，啊嘛无足侪光的，无亲像无讲亲像你这外口安尼有遮大片，这阳台无啦，拢嘛安尼细细啊尔。其实吼，若是像这种情形，嘛是有一寡方式啊，会当去调整，互你这室内吼看起来有这个放大的这个效果。真的？什么方法啦？譬如讲哦，这个壁的色就真重要啊。你若讲用这个白色，伊看起来就感觉较光嘛。系啊，你若是用，譬如讲较暗的色，伊是毋是看起来就还较细间？是。系啊，啊除了这个壁的色以外，譬如讲你的家具的色啊，你的地板的色啊，吼，这拢是重点。因为吼，你这愈快的所在吼，你用的色，你用什么色，伊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直接。其实吼，咱来讲吼，这明厅暗房，就是讲你这客厅吼，就是要有这个光线吼，要较光的，光线啦，光线最重要的。啊，若是万一讲吼，你这光线无好的话，其实嘛是有一寡方式啊，就是讲你要用一寡，譬如讲这个，你看阮兜吼，你会发现有足侪这个无同款的火，嘿，就是用这个方式。去互这个空间看起来就会感觉较舒适。其实吼，恁斟酌看，你就发现讲，我这火吼有无？我只放做侪。电火拢无共款。这一个拄我就放3个电火有无？真的是安那遮侪电火啊，因为吼对我来讲，这火吼就是真正是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一般厝有迄种烟灯，迄嘛会使安尼看。嘛是会当啊。嘛是这种电火嘛。其实吼，电火上介重要吼，是伊这个色，你袂当叫迄白嘛，像迄日光灯，迄就无气氛啊。亲像咱头拄仔遐紧的迄种招财进步，放喺遮嘛是真适合。那放喺遮，我就随迄个配出工哦。喂，人客走了。迄人客来就想讲，歹势，这是发生啥物代志？这是巴蒂坑的。系啊，这可能较无法度，遐是坑恁兜好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啊拄则吼，咱毋是伫迄边买迄盘吗？对啊。既然吼，我看恁原来是算真有兴趣，啊无恁来试看卖啊。我拄则买的这2地吼，你来摆看卖啊，好无？看是房间啊、客厅啊，还是这个餐厅，拢会当。我去变数好。我来想看卖吼。这盘啊，这就敢若足古锥的啊。我无放喺度，我想看卖者吼。啊，放喺遮好啊。啊，这啦，安尼啦。啊，不过伊无法度通徛。但是你是感觉这个位安尼放伫这边，安尼灯是真好，是吗呢？因为我感觉安尼嘛是，安尼徛起来高水，嘿。哦，安尼我就随看出伊水准比你搁较悬呢。无啊，伊迄地动就落来啊啦。无啦，这当然会当互伊固定的嘛。咱来看这盘，你是毋是就感觉讲啊盘就是盘啊，食饭的盘。对啊，我就放喺客厅嘛。放水果啊。你得想讲，我互伊安尼徛起来。这水准就无共款啊。歹势你绝对嘛设计水。你拄仔是放伫遐。我是想讲要放遐放水果。哎呦，你爱加油啦！一直徛。对啊，来恁兜拢无叫咱坐，拢歹势。多谢。哦，你创意遮大张，对无？啊，毋过我你小关一个。我最好奇的老师，恁兜是迄种，你这色拢看起来足温暖的啊，拢是拢自然插头的色，啊，雄出现，雄出现。哦，这个红的。对啊，你这甲我迄个招财进步放喺遐共款的道理。哦，你莫一直扣分，你的招财进步啦。对啊，我招财要放喺遐嘛是共款的意思啊。无共款啦，来，我甲恁讲，
这确实吼是咱无唔对。一般来讲吼，咱若是较保守的吼，咱就是譬如讲全部拢是较白的啊，还是讲港色，安尼配绝对是无问题。啊，但是呢，我的这个配色方式是安尼，因为这条衣啊吼是我家己本来就做介意的，啊，所以你嘛发现讲啊，伊的色遮尔红，这是放落去，其实吼就是其他的物件来配合伊，所以伊就是一个主角。亲像咱一般人，我想要学这布底设计，我要安怎开始啊？哦，其实吼，我感觉这个一开始上介重要吼，毋是讲我一定要去拣什么做特别的物件，像这就是做特别的物件，所以一开始吼，等等莫拣这种。就甲我拄啊。参你的交代进步相同啦。嘿啦，迄就是我安尼一般人的想法啦。因为你即摆安尼讲，都甲我原本咧想的无共款，因为一开始咱若是咧用厝内底迄客厅的所在，拢会想讲啊，迄沙发啊、椅啊，还是迄桌啊，拢爱拣安尼足大、足特别的。啊，其实你是毋是安尼就家规的迄？对，其实伊就是无一个主角，参一个配角。老师，你头仔讲你有迄个一个查某囝嘛，对不？伊嘛会画迄个囡仔册嘛。就爱画图的啊。是啊，就爱画图。哎，我看你查某囝足厉害的呢，我家己佫画甲安尼足厉。哦，足厉害的呢。设计师的囡仔就是足强。真的呢，所以即摆图头放伫咧遮，变做是一个主角。就有艺术感的，真正真够画图吼。多谢恁的学乐啦，但是吼，这毋是阮查某囝画，啊，这吼嘛毋是黑帮呢。嘛毋是黑帮？啊，无这啥货？互你摇一个，恁感觉这看起来像啥货？这就是一这就一巴巴肚啊！哎，老师你安尼啊？啊，你来阮兜遮尔久，你敢发现讲，阮兜有一项物件？对啊。每一间厝拢会有的物件。电视咧，阮兜的电视咧倒。电视，嘿，伊是电视吗？伊就是电视。这是电视。我当初吼，为着这间厝，我就咧想讲，我这个风景吼遮尔水，我袂当直接摆一台乌麻麻的电视，安尼就无好看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一开始吼，我嘛想讲，啊，有人会用迄投影幕有无？啊，但是我感觉有搁较特别的物件。啊，因为吼，阮真正做介意做地图嘛，我就找着这台电视，伊就是甲伊设计甲袂出一百度相共。啊，其实吼，你只要是拍开啊。伊吼就是会当切做电视啊，哇，电视呢哦。啊，毋过头拄我一直咧观察吼，我发现一个足奇怪的物件，就是你遮吼，你是毋是开到最后拢钱拢开了了？你看这椅啊拢无共款，你是毋是大拍卖拢捡迄种俗的？毋是安尼啦，掠着啊吼。这我咱挑故意的好无？是安怎讲？因为吼，一般确实啦，咱拢是贵州的嘛。用共款的啊。但是我这条尻川的人，我哪有可能这么简单？我当然先无共款呐。所以吼，其实吼，这每一条椅啊吼，有的是新买，有的是以早就有的，我就甲安尼斗做伙。啊，其实看起来你袂感觉安尼嘛真趣味吗？对啊，啊若是家己嘛想要安尼斗，这有啥物美感啊？你看这椅啊吼，可能是白色的、粉色的，啊其他其实伊拢是较浅的色，就是讲你莫拣迄小可特别的，安尼互伊放伫咧这个桌仔下骹，其实伊袂讲遮尔啊明显，啊但是伊佫有一寡变化。算讲伫无共款当中找到一寡共款的所在。哦，安尼你我算是有一点仔sense 啦。我开始有淡薄学。嘿啦，就安尼尔，安尼啦，这要慢慢进步，慢慢进步。啊，恁来遮久吼，我看恁足好奇的，安尼换我来甲恁考一下。好啊。即摆吼，你看我这个水槽，这个配色啊，有用到我拄则所讲的一个方式，哦，有一个原则，恁敢有看出这个原则？有黑色。啊，搁有咧？这有啊，啊，迄个啦，迄个，做迄个胶材进步。哦，这个泰国布。对啦。对不？嘿啦。就是讲吼，其实足侪人吼来阮兜拢讲，你应该是无咧煮饭吧？啊，你这看起来拢爱遮尔整齐，这应该拢是摆水的尔吧？其实毋是安尼哦，这物件吼我拢是真正有咧用的，啊，只是讲吼，这色当然是有配过，因为吼有一寡较火的色吼，我就甲伊放伫拖仔内底，是安尼，系啊。你看啦，这内底有安尼对啊，这种吼，这哪放喺遮？安尼就袂当嘛，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咧买物件，其实你小共是会当。叫你介意的物件去买，但是呢，你要甲伊摆出来的物件，这色你得爱甲伊整理过，安尼看起来你就是有一个主角，有一个配角。其实吼，足侪人拢甲我问讲，像你规个拍通的，啊，到底是咩啦摆，咩啦配才会好看？其实吼，上介重要一个原则吼，就是爱整齐。啊无吼，就算讲你物件买了足水，但是乱七八糟。无美感啊，无法度啦，
所以吼，其实明去收物件收好势，这是第一件爱去注意的代志。啊，摆出来物件吼，真的唔免伤济，每一项物件吼，你有去甲配色配过，啊，你看起来你感觉哦，足顺的。真的呢，我感觉这嘛是一个重点，因为会用个提醒我讲，我若是出去买物件的时阵啊，我都袂去黑白乱买。啊，要买啥物时阵，我会想一下，想讲，这甲我厝的有合无？对，吼有配无安尼？我感觉吼，你等下吼直接留来，你即马吼来做，我直接退休好无？哎呦，买啦，我等下都甲我的迄下跪心合你。唔免，你这么有天分的吼，拢唔免学会啊，就直接来甲我学好啊。对啊，不过头拄仔来老师厝安尼设一个，我感觉真正是学了足侪呢。我无想要买迄个招财进宝啊。安尼就是我就放心嘛，你今仔的重点就是这个招财进宝啊。喂喂，你看我这落角过有水无？哦，袂歹呢，足好看对啊，这足侪品种的呢。我真正足够种，种到你看生到遮济，哦，子孙满堂。看袂出来呢，你真厉害。对啊，我搁特别准备这啦，这我进前吼去海边啊，有时阵有开放这个时间，你就会使去捡这茶头。花市吼，足侪人拢摆安尼，安尼放伫咧厝足好看呢。对啊，规个迄价值拢起来。系啊。所以我今日有特别找一个老师吼，叫伊教咱安怎拔这角过。哦，你要放伫咧厝的就对啊。放伫咧厝的，啊放一段时间了，我才卖人。哈？卖你？要卖人啊？卖我？对啊，我知你咧。你嘛拜托一下你。这足好赚的啦，紧来拔看卖。一般老师，你不是会扛天使？老师你好，你好。我看伊足专心的在帮我准备材料啊，对啊。哇，你今日炸什么物件来？我炸的就是这啦，野狐啦，啊，搁有这爪哇，生绿龙啊。哦，真水呢。对啊，真了袂歹吼。真的。青脆，真青脆。真好吃。对啊，最厉害。子孙满堂呢。哦，所以是生就做出来了。啊，想讲吼，我搁有家己炸这菜。哎。伊家己去捡的啦，最厉害吼！哇，家己去捡的，哦，这个特别水呢。然后你来甲看卖一下，敢台湾的感觉。哦，你足用心的。想讲吼，这若甲拔去吼，迄价值搁较有哦。好，安尼会使哦，小弟咱来试看卖。咱今日来做这水滴球，水滴球就这啦。哎，用这是其中一个材料，这算是水草的对啊。嘿，水草。水草的一种哦。对哦，你看我今日帮你准备出安尼综合的，嘛是会使哦。这嘛会使用这水草去拔。这嘛应该拔做一个球就对啊。会使。但是我看这是土呢。但是咱甲土摕起来了，用这水草甲包起来，安尼就手啊白白的就真水啊。哦，这种的我做的足济呢。小弟，咱来试看卖。好啊，好。啊，头前咱该甲水滴哦用好淡安尼。是安怎安尼甲伊用好淡哈？因为这拄啊开始啊，搭变做伊无好集中在一起。哦，所以啊，伊若搭就无法度黏做一粒球就对啦。啊，差不多用啊偌淡，比如讲爱黏出水嘛。哎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啊，你咧念的时阵哦，发现中啊有串安尼手机啊，嘛会使甲摕出来，安尼较袂去用着手。内底有遮一寡较粗的。对，较粗的物件甲摕起来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讲老师，亲像这种水草啊，我毋是讲我亲像伫咧路边啊，看到草安尼捡起来就会用啊。咱是去专业的迄个园艺的店买。因为我这张吼细粒啊，我想要用偌济吼。
安尼差不多，差不多你一个棍头，差不多，嘿，一个棍头母安尼。啊，你用叉扣有一个特别的方式是，小弟咱会使用这螺丝甲固定衫的位，安尼绑起来会较水，是伊的形会较水。用螺丝安尼甲伊固定伫咧顶管就对对啊。哦，嘿。你小弟会去看嘛？用锁的哦。老师，我若一般我若是无锁，我直接用绑的，敢会用？嘛无问题啊，吼，绑起来嘛是会使，只是讲有锁，伊算讲有一个定点的位，会较暗就对啊。较暗啊，较立体。好，我先甲你的形小帮我掠出来，安尼。一定要三角形就对，安尼较好绑。算讲伊的位会较平均。哦，较平均。锁啊绑起来较平均。亲像我即马吼绑这样呢，个这 size 个淡薄仔细，啊，若是伊未来若是愈发愈大，要安怎？等伊大汉的时阵啊，咱会当甲这螺丝甲转开，啊，甲放大，定锁就对啊，定锁就会使。啊，我食咧。啊，你食我教你安怎对土内面摕出来。哦，是。你拄仔开始的时阵会当小可安尼念念的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迄菌在土的内面的挽伤掉，所以较无好摕开。哦，我先安尼甲伊念好念念的，念好三，啊再甲摕出来。啊，咱用安尼，好，甲摕开了。嘿。咱会记一个手势吼，互咱的食物放在咱的手顶头，安尼较好操作。哦。啊，我先摆一面，互你看，另外一面你再我家己来。嘿。哦，所以土在内底。嘿，土会在摆在内底哦。我也想讲是。我嘛是，你是袂想讲无迄土？土爱背着。哦，安尼规球拢是这了对啊。土会使斗阵哦。啊，小等下我放在你的手啊，另外一面再互你。安尼我嘛是爱安尼嘛。嘿，交互你啊。好，来，你先甲扛起来，安尼，安尼就好啊，是不是？最好用的。对。真简单。啊，再来你甲这水池甲放在这顶管，安尼甲伊铺起哩。啊，你铺的时阵是毋是嘛是爱量一个啊？对，你真有智慧呢。很啦。教一个啊，就会晓。你真正有巧。爱做生理的人是我。对啦，你的生理应该较好。无拢斗阵去卖看卖，看啥的作品卖了较好。啊，差不多的时阵，咱用这青枝甲对下骹包起来。哦，对，包起来。哇，青色的有够水。对啊。亲像我这嘛有法度用这青枝。会使啊。有适合吗？有。共款伫外口甲看一下。老师，我拄安尼外口这就已经真水啊，那就搁爱包这下安尼。好，因为这青枝咱甲看，这内面较密，啊，若甲包起来的时阵，这水苔咧打的时阵，较袂一直落落来，哦，比较不会脱落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你有想要包这吗？我要包。无包嘛是。我要包过。就直接甲砍起来。哦，小砍。砍咧原位，哇，哎，足水的。是物加足水的，足价值嘞。对。3600。真的，本来哦，未用的时阵差不多300。300啦，嘿。这也才3700。即嘛，你看你的手真厉害。哎呀，手真卡啦，看卖一个，哎呦喂啊，是老师教了。真的。真辣。啊，这是什么款的锁啊？这是钓鱼的。钓鱼一般鱼线就会使，因为这款有弹性啊。啊，这 size 是上幼的吗？还是？无一定，大细拢会使。哦，是因为这落较贵哦，伊敢若弄迄雅典哦。哦，中啊发出来细片的叶啊。对啊，迄叶啊的迄个位置是嘛最重要。好，其实足简单哦，你甲看咱的这细丛的时阵，伊发就会自较悬的方向，这就是爱往顶头，嘿，较悬的方向。嘿。啊，这个雅典在遮对无？这是嘛？啊，咱会当看发出来这片叶啊的方向较准。爱位顶管，位顶管，啊，这样子的面向就是朝上的。哦，伊发出来方向才会正确。无你若是放唔到边边啊，哦，所以讲你一开始咧放这位的时阵，你就爱小看一下，爱看伊的方向。嘿，看讲啊，你若这个作品，你要安怎甲伊放的对啊？像咱这个伊的方向就是向顶头，啊，甲放安尼，拄啊好。哦，啊，伊若个发出来叶啊，再照伊的生长的方向。对，足水的。哦，
老师，我今天安尼看看，我真正感觉伊足大球的，足大球的，安尼算是正常啊。正常，但是有一个方式啊，伊会当瘦身哦，会当互伊变较细，就是咱咧小等白素啊的时阵啊，你会当甲揽较内面的，嘿，揽较内面的。吼，你有发现其实伊个有空间会当变较细。是，都对。啊，这线头你用手先甲缀掉的。好，我对，线头伫遮。OK。好，留一个线头。留一个线头，嘿。啊，这条线就会使开始洗。好。啊，这洗敢有啥物美感？就是逐件洗出来的位，拢爱伫无共的所在。嘿。伊有小可像咱地球的经纬度，啊，伊的线拢是平均的嘛。是。啊，平均的，伊就会形成一个敢若网络，甲包起来安尼。啊，你手啊若困的时阵，这是不得让拿洗安尼，互伊咧无共的所在。哦，是，安尼都会使。都毋免亲像我头一步，手一直安尼，对，一直摕掉掉，伊会开始动啊。我即摆哪会变无圆圆啊？哈，所以无要紧，咱对无圆圆的所在搁洗起来，会用一直调整就对啊。哪洗哪调整，哪洗哪调整。因为我感觉在生活当中，你若进一寡食物，你会感觉哦，安大家己内心的感觉。因为平常时啊，咱的工课嘛是压力足大。是啦，大家拢真无闲。啊，面对遮侪观众朋友对无？啊，所以有时阵进这食物吼。互你看来心情真介好就对啊。对啊。啊，而且遮拢搁是迄青色的，搁顾目睭，顾目睭。咱因为即马在都市，啊，搁住喺厝，啊，厝的有时阵拢是冷冰冰啊，拢是空虚冷的迄种感觉，就是无一个生命的感觉。啊，若是有这食物在厝的内底哦。放一两项啊，迄规厝的感觉拢无共。真的，我想到的是，这真正足好耍的。我安尼放伫咧厝，伊迄逐工哦，迄咧洗出来迄形应该拢会无啥共款。对啊，你看迄春夏秋冬，你的食物拢生无共款，拢会变化，拢会变化。老师，啊，亲像我即摆安尼白白的吼，我发现讲有头一遍的时阵，迄线头，嘿。啊，这个时阵咱甲尾啊结束这条线啊，甲线头绑做伙，甲拍一个结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啊，拍一个结了，敢爱安怎甲这线爱藏起来，还是安怎？毋免，因为伫加掉的时阵，其实伊就已经伫来。我就加底底啊。加底底就会使啊。哦。啊，咱先甲这条线加长。啊，留只长。嘿。啊，较好绑啊。对，安尼较好绑。啊，绑完再加掉。拍一个死结。拍一个死结。啊，这我赶快道理。嘿，你遮嘛赶快咯。线头。对，迄线头的所在。啊，两个绑做伙，安尼。好。路较长较好绑。嘿，较长较好绑。啊，绑完，咱再对迄线头夹的所在，甲剩的线甲夹好长，安尼。小挂起。啊，我这若是放伫咧厝的，都安尼直接放啊，是爱安怎？你会当用一个盘啊，还是带这款水泥的花器，会当家直接放起来。有这种需要着，啊，这当淡薄较大颗。你会使找。其实这挑工要甲放在顶头，较立体。安尼才看会到，我就是安尼一球伫遮，我若是规安尼甲包起来，这就无意义啊，对啊，我包甲遮水。啊，而且这下骹会当输一寡水分，因为水伤济的时阵，伊会当。输入去，伊就会迄水就流伫咧下骹就对啊。对，你讲到输水，啊，我是要安怎互伊食水哈？咱若球变做较轻的时阵啊，就表示伊内面的水分已经无够啊。吼，所以这个时阵咱会当准备一个碗还是盘啊。是。啊，泡水差不多咧球的一半的所在，安尼。哦。输水，安尼就会使啊。你讲囡仔同款呢？敢若海绵啊。对啊。啊，互伊输差不多5分钟至10分钟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啊，你看咱的作品啊，除了看伊本身的青青水水以外，咱阁会当放一个像安尼扩香石在顶头，啊，就会当伫咱想要爱的旁边，哇，是双重的享受。真的。所以你。放的这个作品的空间，会当闻到香味，佮会当目睭欣赏到这食物的这水水的形。咱咧看水，够香。嘛应该片水、片香、片香啊。因为我感觉食物对我的意义就是吼，比如讲因为我窗仔门，我放喺我的房间的窗仔门。
啊有时阵拢有风吹来，啊有时阵个日头会照入来，啊迄树啊，我拢会甲你压手讲，安尼啦，哎，得背。讲会甲我讲话呢，你有生命力。对啊，你若压力伤大，你若是唔敢吼，甲恁某常常，啊你会使甲师傅讲。甲伊讲话。哦，会使哦。即马拢有科学的研究，就是讲，师傅其实伊会当甲人沟通，伊会当甲咱有。即个频率的对流，有，这我有看过。新闻拢有报。有人讲，甲师傅讲话，甚至是连一杯水，你都会用甲伊讲话，你啉起来迄感觉拢会无共款，拢会特别甜。莫怪我看你坐喺路边，家己人在甲伊讲。我甲你讲是这个原因啊。而且阮兜嘛有囡仔，恁兜嘛有。对啊。伊自细汉就会使接受这师傅。对啊。这样的真正足好的呢。替咱这无聊的生活来增加一寡趣味啦。去转5圈。啊，你安尼，你知影会当用锁啊绑起来，还是用一个钩啊，甲固定在这个所在，吼，安尼吊喺壁就真水啊，够好看的呢。是毋是真高级？感觉我人生佫较有意义啊，我来甲照顾照顾。闭上了的那飞送。